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2月28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新闻头起先来看到新北的三重埔，昨下晡有发生建案要做地下室猎物连锁壁，所发生隔壁的公寓大楼起气的状况。现场是赶紧甲26号44个人撤离。新北市长侯友宜昨暗冒到场勘查，认定是这个建商有严重的疏失，已经下令停工，嘛列入去污名单内底。造成困扰，感到抱歉，向大家认真地鞠躬。今日会室的建商保证的负责到底，伫新北市三重埔这2栋大楼头前，除了壁面有壁损，建筑物也出歪去，2栋愈来愈歪。物件伊落落来啊，变桥的，反正2个小叶掉呀。我是7点多的时候电铃来了以后，消防人员通知我们健保卡带着赶快下去。边大楼26号44个人全部紧急撤离。因为伫隔壁空地的新建案要去地面13层、地下3层的大楼，无想到讲挖地基时阵刷出状况。我们连续壁，我们都是做挖30几米嘛，因为在施工过程因为连续壁可能有一些瑕疵一些渗水。因为连锁壁破空，造成地下水甲沙石流失，即马现场继续对工地灌水，并行水位差，和大楼袂过流落去。整个工地这个区域地下水位比较高的情况之下水压会从破洞的一个区域去进行水压的宣泄，那自然就会造成周边一个地盘有一些受到扰动的影响。出包的建商是做尾仔起家，资本也只干那1500万，这个建案就是因接的第一案。新北市长侯友宜到现场视察，将在到货也来向市长定情。侯友宜讲，专家评估过了，认为是挖的过程伤啰嗦，所以勒令建商停工，并且加重处罚。我们对这家建设公司立即给予勒令停工，尤其按照建筑法加重处罚，并同时列为黑名单，只要他所有的工地，我们一律严格稽查。欢迎你看到大包细包，但接驳车来接，受影响的断货真无奈，讲这个来当先接受安置。土木技师初步判定，袂过继续出歪去，也毋过是毋是有法度甲规栋大楼换好正，也怪观察确认。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因为有掺到低甘物质苏丹红的辣椒粉，影响到真济相关的产品拢总爱落价。云林检方追查到源头的厂商智新公司斗六厂姓郭的研发处长，也有研究人员，因明知影这个原料有问题，随后是偷改报告，把这个辣椒粉摕去卖。检方约谈负责人等9个人，目前姓郭的研发处长互人收押，负责人也有其他的员工是拢以2万至150万交保。检调查队联合云林县卫生局，把这一箱的产品大封条查封。涉案的智新公司所销售的红辣椒粉，被查出含有致癌的物质苏丹红。检方2日发动搜查，约谈公司的高层。检方调查，智新斗六厂研发处长等人，原料进口了送 SGS 食品实验室，有检验出苏丹色素3号。明知影原料有问题，不过为了要顺利出货给全联，竟然篡改报告，生产4合一的调味粉。为求将公司之4合1调味粉贩售给某大卖场，竟变造实验室之检测报告。经过核实了，姓陈的负责人也有经理等人，以2万块到150万交保。研发处姓郭处长是羁押禁见，苏丹红风波代志愈闹愈大。特中食安处搁再查到全市163间全联门市等通路，自新豪食品所买来销售的菜脯饼加白辣椒棒，拢含保险公司有问题辣椒粉的成分。有效日期是2026年10月12日的问题辣椒粉留下。前面所有的问题辣椒粉以及相关产品都已经下架停售，并持续回收中。食药署统计，到2日为止，下架封存的辣椒粉加产品超过21000公斤。食药署这么严厉要加强边境的管理。违规行为比较重大的，添加不应该添加、不可以添加的东西，就想要看看，直接一发现就从一般抽屉直接跳到把那个厂
国外的制造厂把它禁掉了，顺利的话3月就可以上路。食药署讲，以后食品进口只要验出有毒或者是有害物质、难产或者是假冒，就算是初犯，也建议直接禁止输入，上近3月开始实施。记者综合报道。电视机上阿爸安普阿爸涉嫌侵权，偷接18间电视台拢总53个电视频道信号，互因的客户看免钱的。新北地方法院昨依照违反著作财产权，判负责人黄朴传4档的有期徒刑。台湾安普嘛爱罚100万，因若民事赔偿的部分爱赔互每一个电视频道250万，拢总爱赔超过1亿3千万。东京奥运期间，艺人陈建州网络发文替台湾选手加油，随后发现伊使用安普电视阿爸违法看体育台转播的比赛，引起大风波。检警调查发现安普阿爸的负责人黄朴传甲中国盗版业者合作，借着偷信号偷报18间国内电视台。53个频道的影视作品，透过安装特定的 App 就会当重新免费收看国内外各大频道的节目。合计有18家电视公司53台频道，每一频道新台币250万元的损害赔偿，合计1亿3250万元的赔偿额。台北地院日前宣判这件违反著作财产权罪的案，认为安普电视阿爸违反著作权法，判黄朴传4年徒刑，台湾安普处100万罚金，附带民事讨赔部分判每一个频道250万，黄朴传甲台湾安普连带赔偿超过1亿3千万。现电视业者要交给那些卫星电视的，他们1年都要交好几亿。台湾的电视产业呢，经营事实上非常辛苦。电视产业他们的一个收入，一个是靠广告，另外一个靠的是所谓的授权费。学者认为判赔1.3亿1点也无济，因为台湾的电视产业营运模式是由卫星电视业者产制影视节目，背后有线电视业者搁销售给观众，观众逐个月付电费，有线电视业者搁将一部分作为收款费，付给卫星电视业者搁导致内容产制。那透过安普电视阿爸看免费电视，唔那对卫星电视无公平，也破坏规个运转模式。依据电管法规定，未经审验之射频器材不得贩售。民众购买无线机上盒，应注意是否有审验认证。因为 NCC 会议2016年开始加强抽检机上阿爸的无线射频功能，到2023年底已经有91款防废纸审验证明，呼吁民众唔通买无审验合格的机上阿爸，强创优良的产业环境。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气温会回升，不过透早各地气温也是真冷，早暗的温差是真大。咱做回来看分图。今仔日开始冷气团减弱，天气会变较烧热。干那嘉南北海岸东半部甲恒春半岛，也有北部的山区可能会落阵雨。各地头早暗幽原会较冷，不过日时各地高温会升到20度以上。北台湾、花莲是21度至23度，其他所在有24度至26度，南部有机会会热到28、29度。明仔载同款是好天烧热的天气，不过明仔已经开始阁有风面接近。拜五受到冷气团的影响，有5到拜六拢是正湿冷的天气。再来看过年了后，国内疫情咧压悬。疾管署表示，最近走北的群聚病例是5年来上悬的，有9成拢是去挖到诺罗病毒。另外，类流感和新冠肺炎的疫情，嘛可能伫咧2礼拜内会达到高峰，有个要等到3月以后，疫情才会转好。顶礼拜本土新冠疫情中当前新增加648例，虽然比前一礼拜降低，不过死亡个案有78例，是半年来新悬。死亡个案上少岁是中部一个30多岁男性，有神经系统方面的肿瘤，2月初开始发烧会烧，因为喘气真喘去挂急诊，新冠病毒快筛是阳性，电光片显示是肺炎。有给这个抗病毒的药物，那不过在这个住院的过程中因为又并发了这个细菌性的肺炎，以及有出现这个脑出血的状况，所以是在这个住院的第10天不幸的过世。疾管署监测。国内类流感甲新冠肺炎疫情拢要伫高原期，按算这礼拜或者是后礼拜会达到高峰。其中类流感，预估过一礼拜互医生看的有11万至13万人次；新冠肺炎过一天去互医生看的有14000人。
因为28假期甲电话活动，疫情还会有波动。3月了后才会豆豆转好。除了类流感甲新冠疫情，申请了后走北的通报嘛创下5年来新冠。在127件最近4周通报的群聚当中呢，根据我们检出的情形看起来呢，90%都是诺罗病毒。那诺罗病毒也是这个季节容易引起肠胃炎跟食物传染的这样的一个病原体。疾管署提醒，诺罗病毒伫寒冷到春天传染力是真强，而且酒精无法度消灭。提醒民众伫流行季节，尽量用杀蚊洗手，嘛避免食青、海产等等高风险的物件。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联合报。经济部昨公布1月外销订单有484亿美金，一年加 1.9%， 这是有史以来第3高的纪录。经济部表示，主要是因为人工智慧等等的科技需求大，而且伫咧旧历过年之前，大部分拢会先传回起来看。再来是自由时报，头一天做兵做一档655个义务役的阿兵哥。伫咧1月25就入伍，按算3月29就分发落去部队。国防部表示，头一天有117个阿兵哥，大约1/6的人签落去做志愿役。落尾是中国时报，日本政府为着要因应台海可能会发生冲突，已经定出离咱上近的 Okinawa 先岛群岛大约12万人疏散去其他所在计划草案。日本政府嘛要和各地的政府来协商，希望会当伫咧2024年以来定案。再来看咱头一只国造的畅水南海鲲号正式放落去海水内底，靠本身的浮力浮起来。目前会当看到鱼雷发射管、声纳系统、声纳设备等等这些物件。不过上届机密的驾驶舱普罗佩拉也是保安。按算今仔日洗水过，会阁继续进行测试。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海鲲号会以安全优先，要赶伫咧520总统接任进程来完成。海鲲号真正落水啊！下半身浸伫海底，顶悬徛真侪大船的工作人员，创下江南国造历史性的时刻。海鲲号驶出海冲场，搁一届伫咧民众面头前公开，放伫咧中信8号普动船厝。27做盘线，拖去大船厝，而且甲水灌入去。海鲲号伫咧普动船厝沉落水底了后，利用家己的浮力浮伫咧水顶，大家看到是拢真欢喜。另外，即届海鲲号的外观差不多拢看现，包括外界好奇的鱼雷发射管、下底2边的声纳，还有鱼雷有标空，拢看甲一清二楚。不过，机敏的驾驶舱普罗佩亚要是保安，要是请济军事迷去现场翕这个经典的画面。特别，因为没有看过台湾是第一艘自制潜舰嘛，没有看过像裸体的潜舰，一般潜舰都是泡在水面一半嘛。对。然后看了之后感觉蛮特别的，很开心。那当然希望它顺利啊，就是整个测试过程啊都很顺利啊，然后可以就是照时程这样完成那个整个成军的过程。真拄好的是，海鲲号伫搬线的过程当中。抑搁甲当咧做的舰舰、救难舰、大埔军舰做伙出现。海鲲号就位了后，按算2进行洗水的作业，会由大船方式派人实施洗水，才会当进行后续hiệu港的测试，亲像准备做探气的试验。测试排水量感受符合设计的标准。海鲲号正做蔡总统任内上界重要的国南国造项目之一，敢会当赶伫520进程完成海顶的测试，而且完工。国防部长邱国正作出回应。大家是完全按照进度在走。这个我们以安全为主啊，我们并没有想预设哪一天完工，在测试完以后没问题，海上测试，然后呢再交军。针对520热清调都要上任，国军的高层可能会有变动。团长邱国正会甲蔡总统共进体，办公室部分的物件嘛已经整理好势。针对这点，邱国正表示，伊袂做任何的猜测，伫咧无接到通知进前，袂有任何的动作。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加沙地区的状况。自从双方起冲突以来，已经过4个多月。联合国的难民救济机构指出，因为以色列的阻挡，已经有个多月才会主动送入去加沙的北部。有个拢总加沙地区有230万人无物件通好食。加沙洛塞拉州的难民营，一个少年的老母，伊用西部甲野草包起来。做零嘴啊，骗伊才2个月后生。
شايفة قمر لقيت القمر من سوق والله بالزور لما لقيت القمر حتى القمر صار قول كثير。北部加巴利亚南边营的负责人，甲发新社记者投诉讲，已经邀家连动物的饲料嘛拢煮来食。ما فيش يعني بالمره بيجي ابنك الصغير بده منك شكل مش قادر توفر له الشكل بده منك خبز مش قادر تعطيه الخبزه。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机构 UNRWA 负责人拉扎里尼25在社群媒体 X 指出，援助机构运送物资进入加沙北部的任务，在以色列的主动之下是愈来愈困难。上近一届物资的运送是1月23，估计加沙有50万人面临饥荒，230万人的粮食欠缺。25传出一个2个月的查某婴仔因为营养不良来死亡。拉扎里尼表示，这是一场人为的饥荒。约旦官方日后在法国空军的协助之下，出动4架 C-130运输机，飞去加沙空投粮食甲医疗用品。这是开战4个多月以来上大规模空投行动。约旦军方由北往南，沿加沙的海岸线11个所在来空投。了后，空袭机在南部的戴尔拜莱河协助民众过船仔，在海顶护物资的进行。这场战争从去年10月7日爆发以来，已经在加沙夺走29782条人命。国际社会法庭会声音是愈来愈大。美国总统拜登日后在纽约的一间卖冰店，去有记者问讲，以色列甲哈马斯当时才会停火。At least m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tells me that we're close. We're close. It's not done yet. And my hope is by next Monday we'll have a ceasefire.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继续来关心美国总统拜登接答讲，相信一礼拜内加沙地区就会当伫穆斯林斋戒月期间暂时停火。不过，即马煞搁讲，情势恐惊是真歹讲。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引用美国的民调表示，真侪美国的民众是支持以色列，反对上早来停战。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引用哈佛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甲民调咨询公司哈里斯的民调，强调伊一直拢伫咧抵抗各方面较早结束加沙战争的压力。伫即马，这个立场已经得到美国公众的大力支持。שמראה ש82% מהציבור האמריקני תומך בישראל. כלומר, 4 מתוך 5 האזרחים בארצות הברית תומכים בישראל ולא בחמאס. 纳坦雅胡讲即话话，国加上哈马斯，一个为了停火伫咧做中人的卡达所传出信息，拢互美国总统拜登进前所讲的，相信一礼拜内加沙就会当伫咧穆斯林斋戒嘅期间停火，并且唔知有影无影。من ناحيتنا ليس لدينا جديد في هذه المسألة، الجهود كما قلت الجهود مستمرة، ترون جميع الاجتماعات ما زالت جارية وكل الأطراف。哈马斯即马正伫咧依照第3顶礼拜5伫咧巴黎停火调停会议来研究谈判细节，停战的时间先限定做40天，按算一礼拜伫咧卡达会有结果。有消息人士讲，哈马斯即间来释放部分的人质，唔是全部，来换几落百位巴勒斯坦的犯人，并且要求扩大对加沙的人道援助，也个要求以色列军队撤出这块灰地。哈马斯高级官员讲，拜登话讲了伤早，因为双方也未达成共识，而且一个差不止啊多，停火也个以色列撤军的问题，和这项协议一直拢无法度确定。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镜头来看，南美洲的国家玻利维亚中部一个庄头发生土石流，好佳在无人员伤亡。伫咧南部嘛，因为落大雨，溪水冲入去庄头内底，400多户拢受到损伤。因那咧做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波托西，世界嘛拢是落雨啊霾。为空中看落去，土沙水甲石头将规个庄仔砍掉的，有一寡房舍已经雨水淹去，部分地区也就会当看到捅出来车顶甲路长长厝的残骸。玻利维亚中部搁且班巴省这个庄仔礼拜日因为附近的内海大坝崩起，造成土沙水为山坡拼落来，淹掉沿途所经过的房舍甲农田。当局估计至少有40户的人家失去工园，好佳在无传出人员伤亡。Hoy van a hacer un plan post desastre para recuperar las casas que están bajo el lodo y también recuperar sus pertenencias de las familias que están muy desesperados, preocupados por supuesto por todo ello. Está todo mojado, no
在这个同时，玻利维亚南部红地是世界文化遗产的波托西，是因为大雨造成河川溃堤，落落的土沙水灌入大街小巷甲民家，真侪居民惊到要害，等到大水提起，流落规涂骹的鹿港尾甲石头，工园是如苍苍，无形整理工园的民众要靠无目屎。估计伫波托西有400多户民家风摧毁，另外北部河边城镇科维哈，因为阿克里河起来部分地区全拢是水，西北部的瓜乃也落破纪录雨量，受困民众需要撩水行，即阵囡仔也会当伫积水中受水。公司新闻张回斌编译。伫咧300多当前，有一台西班牙篷船圣荷西号伫咧加勒比海沉落去。红社讲，这只船顶头有价值超过6000亿台票的宝贝。即马哥伦比亚政府是宣布要落去海里来敲吹。那西班牙附近的玻利维亚，抑个当初是发现到船只的美国公司，拢要来抢这宝物的所有权。船只残骸内面设计拢是银角啊，佮有大量的灰啊。这只困伫加勒比海海底有3世纪，船顶疑似有200亿美金，超过6000亿台票珍宝的西班牙沉船圣荷西号，最近搁一摆变作国际焦点。哥伦比亚政府23宣布讲，会投资750万美金的经费，对圣荷西号做探勘和打捞的作业。Lo que le queremos decir hoy al mundo es, queremos dejar como legado de este gobierno el cambio, las capacidades para que los niños, niñas y jóvenes colombianos puedan tener elementos de investigación en patrimonio subacuático, una ciencia o un área del conocimiento que no ha sido desarrollada con especial énfasis en el mundo. 圣荷西号伫1708年要登来西班牙的时阵，伫加勒比海的港口卡塔赫纳附近，互英国军队拍甲沉去。船顶600多个人，敢若少数人活落来。哥伦比亚2015年发现伊的残骸，学界分析了认为讲，圣荷西号迄当阵是要登去进贡，研判船顶有大量的黄金、白银和翡翠这贵重的宝物。不过，哥伦比亚政府强调讲，登船顶贵的是伊的历史价值，毋是钱。因暗算春天要开始探勘，第一阶段会先派水中机器人伫水下600公尺，确定对一寡碎片适合提出研究。Ustedes saben, los materiales son muy frágiles y necesitamos garantizar que los procedimientos y los protocolos de conservación estén lo suficientemente desarrollados para evitar perder o tener algún tipo de incidencia negativa frente al contexto. 拄了好起来有困难，佮有法律和外交争端爱克服。事实上，各国伫2015年发现圣荷西号了后，就和几个国家针对宝藏的所有权陷入法律的争议。西班牙认为讲，宝藏伫西班牙的船顶当然都是因的。玻利维亚的原住民是指出讲，西班牙认定殖民时期强迫当地的民众开采贵金属，宝藏应该是原住民的。佮有一间美国的打捞公司，讲是40当前就发现圣荷西号啊，有权利来得到宝藏。哥伦比亚政府目前是和玻利维亚的原住民达成共识，会向部分财物予原住民，而且和西班牙来讨论双边协议。另外，美国的打捞公司是已经提起诉讼，要来求圣荷西号的经济权利。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今仔日国际有啥物要紧代，带大家做回来看世界。先来看法国总统马克龙讲，北约组织无排除要派兵去乌克兰，引起国际关注。真侪北约的成员国是赶紧拒绝派兵，美国白宫嘛赶紧发声明，讲因未派兵去乌克兰，不过透过军事援助，互乌克兰的部队会当对抗罗西亚。再来看南韩的国防部长指出，北韩对去年7月开始陆续送数百万粒炮弹去互罗西亚拍乌克兰，交换到9000卡货柜的粮食物资来稳定北韩的物价。落尾是中国一间和政府关系正密切的民间治安公司安顺的文件漏泄。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文件当中，安顺讲因已经入侵马来西亚、泰国和蒙古等等的大国部会，佮讲已经渗透入去台湾、香港，也有法国等等的大学。继续来关心中国船丙船造成2个中国渔民死亡的事件，引起两岸紧张。有风声咧讲，金门的检方会照过失致死罪来侦办。针对这件代志，海委会主委关碧玲表示，过失就表示毋是故意的，因会详细部署，一切拢交予检方来找出真相。
关佩玲嘛证实，26亦阁有中国海警的船入去金门禁止海域，伊就批评中国小想要伫遐宣示主权。对侦办，那这部分会不会对协商会有一些影响？面对顺风鱼保持点点，中国快艇外界标准造成2死案代志发生过2礼拜，因为还未达成共识，中国加小甲代表游员住伫金门，也毋过咱国海巡署，包括副署长考证指定官员煞透早办理退办还台。海巡署表示，协商继续进行，专案小组是暂时等来台北开会，下昼已经过返回金门，进行第9摆协商。有周刊报道，因为中国快艇甲咱国海巡船舰外观拢发现弄凹的痕迹，所以专案调贵西第4座方向侦办。佮要了4名中国渔工拢无渔民证书，驾驶也无相关证照，就我1年实际从事掠鱼的经验。渔工一直向咱国水游来，海巡人员才会就伫后壁强制处理。本署对于海巡队及陆方相关人员，是否应负刑事责任，是否涉嫌何种罪名，均无预设立场。那目前本署积极侦办中，那请各界不要随意推论。海委会主委关佩玲回应，贵司代表并不是调岗，强调愿意接受检视、静态检方，找出真相。关佩玲也证实，26阁有中国海警船进入金门禁止海域，讲这个举动政治意涵悬，未接受中国想要以钓鱼来模式宣示主权。有1艘是进来禁止水域，有4艘是进来限制水域，进来的时间不长。好，钓鱼台的模式，我们是非常不愿意接受。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海上相关目标动态，政府拢有正案，会阁加强处理措施，按照 SOP 处理。他只要没有靠我们地面部队会造成威胁，那么其他海军来处理我们不再做额外就做什么表达。面对中国一直亲门大户，国防部长柯国正指出，政备规定清楚，若无威胁到地平部队，国军未去介入。佢表示，无希望发生任何作战状况。记者综合报道。昨2月27是独排前辈高宽敏过往满1冬的日子。伊在世的上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会当完成一部属于台湾的宪法。伊所创办的台湾制宪基金会将发布台湾新宪法草案，针对主权、领土、族群这些争议，用台湾人的角度改造符合现实的定义。基金会希望会当让咱国家的认同甲发展拢行向正常，让国际袂阁分不清中国甲台湾。新宪法真困难啦，几乎无成功的可能性。但是头一次失败，我过来第2次，第2次若失败，我过来第3次。独派大脑高宽敏伫去年过身，是台湾制宪基金会的创办人。伊上大的愿望，就是要完成一部专属台湾的新宪法。这月27是伊白逝满1冬的日子，基金会发布台湾新宪法草案。现任董事长王美秀指出，因自2年前成立新宪法草案小组，邀请侪专家学者同齐起草，但总算完成。未来我们这部新宪法草案也会展开跟社会的对话会当寻求社会的共识，进而产生更大的政治压力，来促进政治界开始重视台湾这个最重要的根本问题。基金会指出，即卖中华民国宪法是英国专门为中国和中国人制定的，伫主权、领土、人民族群等等的定义，甲台湾现实有真大的偏差，致使国家认同错乱，国际分不清台湾和中国。宪法起草召集人表示，应甲这拢清清楚楚写伫新宪法内底，毋望国家行向正常化。伊强调台湾甲迄个中国毋是同款的国家，就是爱法定这主权，咱是为着一本咱台湾真正有理想。符合真正国际标准、真正赞的宪法的内容，这才是咱要追求的迄个思考。另外，台湾制宪基金会除了以后要改名做高宽敏基金会，第10月阁要公布国家无正常关键报告，会指出咱伫生活中各种维权的分野，包括以中正路号命等等的现象。原来高宽敏另外一个新台湾和平基金会嘛，打算要推动甲5月19设立做白色恐怖记忆日，来重建台湾的历史记忆，希望得到社会大众和政府的支持。记者卢尚如、谢桂玲台北报道。
台北市的公共脚踏车 U-Bike 对今仔日2月28开始，要搁恢复做前30分钟唔免算钱。有民众烦恼，安尼脚踏车是会愈来愈歹招。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今年打算搁买6000架新车，希望尽量让大家拢招会到。U-Bike 的站点真多，做就真方便，真侪民众拢真介意骑。台北市长蒋万安亲自宣布 ，U-Bike 又搁有前30分钟免费优惠，将会自2月28开始。有民众讲，以后会考虑骑脚踏车，因过也人担心招袂到车的情形会更加严重。有可能这边会比较严重，就人比较多的地方。1个月1、2次会遇到租借站没有车可以借。像我如果这边要到象山，其实也蛮近的，可是走路又有一点距离。那如果有能够骑一个脚踏车的话，也蛮好的。为着要做到2030，台北市减碳40%，一个日定运输使用率70%的目标。U-Bike也公布启动扩增规模的计划。因那民众担心无车通招的情形，蒋万安讲会扩增规模加量营，也继续监控每一个站点做招的情形。车辆的增加，在今年我们就会增加6000辆，公馆附近这边的建车率，有时候会不到90%，所以这都是我们接下来增车会优先投放的站点。台北市政府这边跟我们有建立一个监测平台，针对场站做逐站的建设率的监测。到2月28号为止，我们的人力的部分在台北市是266位。针对前台北市长郭文铁批评 ，U-Bike 当初的设计是希望交通使用，唔是休闲使用。若是蒋市府要解释前30分钟免费，一定要有一个正确论述。蒋万安回应讲，每一项政策在咧推出的时阵，拢有正确的目的。这零减碳是即马全世界趋势，台北市更加应该做。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消息来看，民众去汤圆的灯会，其中一区的镭射光上强，伊的手机互烧着了后，相机的镜头就出现问题啊。专家表示，可能是这镭射光去影响到镜头顶悬镀的膜。医师嘛建议讲，这款镭射光可能会伤到目睭，若要带囡仔去，上好就要挂保护的目镜。镭射光5花10色，是真吓人目。不过有民众反映讲，在桃园灯会展区镭射光伤强，看到淡薄仔无爽快。等去了后，又阁发现讲，手机的镜头有够样，翕相的时阵会出现一条白线甲光点。专家分析，可能是镭射真强的光，会伤害镜头顶悬迄个膜啊。蓝的那个镀膜，那个膜其实是很脆弱的。同款手机受损的嘛发生在台中的灯会，有民众去时空冲动展区翕相了后，当去发现手机镜头歹去，翕相会出现红色一点一点的情形。主要都是可能是镜头最外层的涂层去受损，就那个地方类似烧焦嘛它出来反射出来的颜色就是有可能是红、黄、蓝、绿。专家提醒，应该避免长时间互手机点伫有镭射光的环境。桃园市府回应讲，活动的现场已经用设置几啊块警示牌啊，卖加强提醒民众。在这个雷射的灯光策展之前，我们就已经有提醒厂商务必不能够造成点对点的情况。那厂商也有调降功率，那我们也在现场加设警语。其实写在那边没有人看呐，还是在旁边要呼吁一下，就是还是要用那种广播。有民众认为讲，手机的镜头故障是小可代志，更较烦恼这款镭射的光，敢会对人体有危害。医师讲，一般干部用的镭射笔是无真强，不过表演或者是展场使用的，大部分是工业镭射的强度。若无细致去反射到目睭，可能会对黄斑部造成伤害。盯着它去看，你去追着它去看的时候，它有机会因为反射光就不小心打在你的黄斑部上面的话，那对黄斑部就会产生伤害。医师嘛提醒，若带囡仔去灯会，会当挂护目镜，镭射光若烧到会反射，相对来讲会较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国健署统计，国内因为心血管疾病死亡的几率大大超过肺癌甲肝癌。咧主要危险的因素就是高血压、高血糖甲高血油。平均7分半钟就有一个人因为3罐死亡。尤其若是有高血油更唔控制，恐惊着引起心肌脱死亡。受到强烈大量热气团的影响，27拜日本岛上低温出现伫咧苗栗山湾，敢若10.3度。这款寒湿湿的天气，就要严防心血管疾病发作、雄死亡的情形。40岁陈先生是上班族，本身有血油较悬的问题，不过伊煞无咧要医，
一直到去年某一天运动了后，雄雄气喘不起来，那后痛，去病院做检查，才知影讲是血角造成心肌梗塌。紧急手术了后，到3期间才救回来。那我是会喉咙痛，那如果这个情况再持续再激烈运动的话，那我会有类似像胸闷的这个症状。国健署表示，民众因为心血管相关疾病死亡率是大大超过肺癌甲肝癌，造成心血管疾病危险因子主要都是3高。进一步分析发现讲，高血压、高血糖甲高血油后续得到心血管疾病风险，分别是1.8倍、1.5倍甲1.4倍。3高死亡的时间是7分34秒，比癌症死亡的时间是行更较紧。血中的浓度过高的时候，就容易沉积在血管壁里面，那也因而造成所谓的动脉粥状硬化，那就会造成血管的质变，还有堵塞的状况。我国的成年人大概有40%都有高血脂的状况，可是大概只有2%的人就医。好，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知道说，有多少人其实是在危险而不自知。医师强调讲，高血油是造成动脉塌起来甲硬化主要因素。国健署目前提供40岁以上的民众每3年1届定期的健康检查，会当了解家己3高的情形。另外，嘛要解分来改善血油各样的问题。若出现胸坎杂杂、胸坎痛、喘气困难等等心肌梗塌的报头，都一定要赶紧给医生看，以免造成危险。记者综合报道。现代真侪人食无正常，生活压力较大，拢有出现腋车酸的问题。另外，有医师发现讲，有的人就算袂食饱就睡倒咧，无食甜、无食咖啡，不过姿势不良，嘛会造成腋车酸。那食早顿，那耍手机啊，真侪人伫咧食饭的时阵，拢会看手机啊，头无注意就一直向前伸出去，姿势愈来愈无正。可能很胀啊，然后会想起来再伸展一下。有时候就是真的坐太久了，然后就马上还是继续坐在那边滑手机的话，然后会产生这样的状况。就胃肠科的医生收一位30几岁女性的个案，因为腋车酸来看医生，食药了效果无好，一直回诊。尾仔医生追踪发现。伊食3顿时阵，拢哪食哪耍手机啊，食煞了又搁继续耍，造成颔骨仔肌肉正红，出现上交叉症候群，也就是俗称的骨的颔骨仔。因为姿势无好，去对着腹肚，造成消化不良。经过改善姿势了，搁合并食腋车酸的药啊，2礼拜了就改善。不典型的可能像慢性的喉咙感觉怪怪的咳嗽、沙哑，或是有一些牙齿敏感的症状。那如果都忽略不管的话，长期下来食道上慢性的发炎是有那个食道癌的风险。医生讲，腋车酸的患者食饭了要特别注意姿势，也较莫穿伤暗的衫去对着腹肚。患者除了食药啊以外，也尽量莫食甜的、酸的或者是咸的口味，还有含咖啡因的饮料。伫咧困之前2-3点钟，上好是莫食物件。记者综合报道。高中学测的成绩出来啊，考生准备要开始选学系拼竞选。因那人力银行公布2024年企业上爱大学调查，第1名共款是台湾大学，因那阳明交通大学排伫咧第2名。伫咧私立大学内底，淡江辅仁甲东海犹原排伫咧前3名。113学测放榜，考生无用咧查成绩的时阵，嘛开始进行后一个阶段入学的准备。人力银行甲大学帮合作，做2024企业上介意大学的调查。公立一般大学的排名，台湾大学要是工课场排名表现第1名，阳明交通大学比去年进步1名，以第2名得到企业的肯定。成大排第3，政大第4。也若私立一般大学的排名，淡江、辅仁、东海要是包前3名，是徛较真在。无论是什么科系毕业的学生，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跟程式语言，以及永续发展这2个，我们把它列入在通识课程的这个必修的学分。在公立科技大学的部分，由台科大连霸摕头名，高雄科技大学排第2，辅仁科技大学排第3。私立科大排名的部分，地理科技大学要是摕头名，明新科技大学进步1名，摕到第2名。毕业证书要加上他的竞赛，比如有国际竞赛，比如说有全国的竞赛，那这样子的话，他的毕业证书就加值了。人力银行表示，这项调查针对有选材、用材权力的企业负责人、主管、甲人资做调查。调查的项目包括整体表现的排名、
公私立大学排名、公私立科技大学排名，还有18学群的排名。多方位的技能其实是现在跨领域的这个所谓的企业是最喜欢的，等于是说你是一个多边形的展示。那进一步以整体排名来看，是由成大摕头名。也那今年进入10强，摕到第8名的台湾师范大学，国际化是因增强的项目。我们从传统的注重这个师资培育的大学，已经变成说在理科、工科、管理等等方面都非常完备的大学。那这当然也是让学生有更多在职场上就业的机会。日立银行表示，为结果看会出来会当有才调解决问题，是头家上界注重的能力。建议学生爱把握大学校园的生活，专项为学习，而且为生活点点滴滴培养处理代志的能力，扩充软实力、甲硬实力，进入工课场才会当充分发挥就业的优势。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印度新德里举办的亚洲自由车场地锦标赛结束啊！咱台湾伫咧青年组的比赛成绩正好，摕到4块金牌、5块银牌甲3块铜牌。这16个少年的国家选手，其中有12位拢是对台中的大甲高中来的。4位骑手排成一排出发，减少阻力。每骑一连来到的领队骑手为头前离开高中生加一队伍完成晚会。台湾青年男所靠平时的精实训练，摕到男子团体对夺赛金牌，为台湾伫本届亚青自由车场地锦标赛开出好彩头。其实我们的训练量也都充足。那实际就是用这些训练量去弥补对场地的不适应。青男团队对夺赛金牌，李正峰伫青男组专项赛摕到金牌，青女组的黄文馨一个人包办集体出发赛甲落后淘汰赛2面金牌。但是讲的是，黄文馨是今年唯一一位入选两地公路甲登山车亚青锦标赛的3体国手。刚上跑道啦，或是刚到这里的时候，对250的场地比较不适应，跟这里的食物方面都不适应嘛。最后就是也有跟他说，就是去享受比赛吧。那他也很做到。青年组摕到4金5银3铜，表现真好。搁亚洲自由车场地锦标赛同时进行，直接观摩学习。那奥运杯分队的黄定英伫精英组落后淘汰赛摕铜牌。巴黎奥运场地自由车无比落后淘汰赛，这面铜牌无积分，不过黄定英伫专项赛摕到第7名，淡薄有分数。接落来的国家杯比赛拢会参加，继续争取积分。记者综合报道。适当举办一届的德国 IKA 奥林匹克主驾竞赛，因过拢是西方餐饮业的业者，才的人士咧提奖。不过今年咱台湾的高餐台团队头一摆以台湾国家队的身份去参赛，伫咧西餐的2个项目摕到2块银牌，另外伫咧烘焙点心的项目嘛有2块银牌甲2块铜牌好成绩。伫桌顶这一盘一盘的料理，互人看了嘴软擦擦地。主菜是日本和牛，正菜是红鲢鱼、虾仔配青菜，也有点心。顶头有梅花代表台湾，这个爱伫5点钟来完成，考验学生的合作。出嘴，啊你拼出来，赶快！今年高餐台老师带6位学生，头一遍去参加德国 IKA 队的大赛，就要传70个人的餐点，同时要注意德国的天气真冷。这边团队佫对台湾炸屏东的虾仔做料理，因为虾仔肉质真甜，评审真喜喜。上尾的成绩是摕到银牌。屏东的虾仔，因为伊的虾仔，互阮食起来感觉真 Q 弹，而且佫肉质甜。我该适应迄物件会无共，爱伫比赛的会场爱如何去应变。德国 IKA 杜嘅大赛是餐饮业界上大比赛，高餐台除了伫咧西餐摕到银牌，伫烘焙项目也摕到银牌甲铜牌。其中2位学生用永续环保做主题，用糖加巧克力做出长模像嘅西点艺术。热胀冷缩的情况下，它会容易爆掉，对，
所以我们那时候组装的时候就非常的小心。长毛象就代表着可能北极熊随时会跟长毛象一样灭绝这样子。今年 IKA 比赛总共有67个国家来参加，以前大部分拢是西方国家提奖。高三代校长讲，今年学校头一遍用台湾队参加比赛，就摕到奖牌，表示咱台湾学生囡仔的手艺有世界级的水准。记者综合报道。文化部顶礼拜六伫咧台北的华山文创园区有举办一场台语 flow 生活节活动，现场是有真侪表演。不过，就无语家庭讲看了是真失望。批评讲一寡演出根本就是拢讲华语较济，甚至佫出现踢笑台湾腔华语的剧情。无语团体讲，这就是欠语言平权的意识。文化部嘛向大众来回释咧，表示讲未来会佫加强要求台语来用的品质。他们讲，哎呀，你们再不赶快给姑婆我开门！顶礼拜六伫台北有一场台语生活节，互人批评有剧团多数用华语演好古婆，互一寡带囡仔来看台语表演的无语家庭感觉真失望。带囡仔来，做伙去接受这个世界讲台语的人，其实嘛是足济，但是顶悬的表演拢是华语，就足奇怪。文化部伫华山文创园区举办的台语 flow 生活节，有唱台语歌，也有剧场表演。有无语团体指出，有的剧团演出的台语比例无到50%，甚至有踢笑台湾腔华语的剧情，这是欠缺推广母语和语言平权的意识，而且摕台语主流化经费所做出安尼的成果，因认为文化部伫咧品质的监督有疏失。国家即马拨经费要来做即个语言的复兴，都是爱拍破过去的刻板印象，爱提升咱的，就是爱去互即个语言平权，做甲较好咧。但是若是剧团搁继续用过去毋对的方式来互囡仔认捌即个语言，安尼其实对即个语言是伤害。网络顶侪关心母语推广的民众嘛，希望文化部应该爱对表演的内容有要求。文化部针对即届资料无够的部分，向民众回示咧，讲未来会加强要求台语内容的品质。阮阵也要邀请本来无咧讲台语的这个团体，因开始来练习台语，这是一步50%拍60%啊，甲100%。那个阵来伫个安排母语生活节的活动的时阵，实在应该是爱100%的台语才对啦。吼，这部分阮今年做了无够好的所在，真嘛是讲，搁再一次的甲大家讲抱歉安尼。文化部嘛表示，未来会继续鼓励更较侪团体做伙来参与台语的创作。嘛讲明年这个台语 flow 生活节会继续办落去，做到社会大众毋忘的文化意识和全台语演出。记者卢尚祖、郑俊友台北报道。公司台语台新推出音乐实景节目《菜鸟仔变变变》，来看6个未晓音乐的少年人，安怎透过这老师来引带，伫咧限制时间内底做出一条属于家己的歌曲。因伫咧创作的时阵，又搁碰到什么款的挑战呢？恁6个人来做伙完整的一条歌曲。365点钟。要安怎用365点钟，互6个音乐菜鸟完成一首歌呢？台语台音乐实景节目《菜鸟仔变变变》6位成员当中，有大学生，也有爱豆团体成员。经过导师的带领和20多天的团体生活，在过程中间有笑嗨嗨的时，也有流目屎的时，因到底会安怎写出家己的乐谱呢？虽然会哭会翻会冤家会甲我呛，会想要归去当定大歹做，但是咧，因这个年纪有的迄个热情。会原啊，甲因经过啊，迄条歌算讲是因头一回啦，吼啊，因拢感觉足满意的啦。我个人是无安尼感觉。节目除了为大家带来快乐，嘛呈现出少年家靠因的热情和活力，让大家看到音乐对联开始产生的过程。嘛希望将台语歌曲特有的吸引力来感动观众。听很多台语的这个摇滚乐，其实都是年轻人对于时事、对于台湾的历史文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然后变成流行歌曲为大家传颂。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新的时代的一个声音。不管你是甲当作是娱乐的嘛好，当作是学台语嘛好，会当互咱观众朋友会当有一个
真快乐的时间来欣赏电视节目。菜椒啊变变变是台语台第一个实境节目，会对3月初7开始放送。除了电视以外，嘛会伫 YouTube 网络播出。希望讲透过实境节目，互大家听到少年家的声音，嘛看到台湾囡仔的热情和活力。记者林秀凯台北报道。城郡北台人民册已经满20周年啊！即马毋若甲朋友之间咧分享生活大小事，对买卖物件、品牌活动的行销，甚至找头路，互无共年龄、无共需求的人拢会当来使用，发展出新的所谓商业经营模式。约凯瑟维克将手机镜头对准家己农场的羊仔，吸引古早的目标。这几只羊仔是31岁约凯瑟维克管理加州圣塔克鲁兹高区农场的吉祥物。因为相片也显伫卖商业真受欢迎，也因为名册约凯瑟维克的农场除了串联本地社区小农，也对海外农牧市场扩展服务。And so I did like with the groups, I was able to find more local connections, but also just like resourc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on things I'm interested in. So like I get to talk to market gardeners in Switzerland, right, that I wouldn't otherwise be able to connect to because we're all part of this group. 真侪创业人利用并且开发扩展，带动销售量。这创意的节目卖上遐是21岁泰国大学生拉米芳发挥设计卡数的所在，以设计小弟仔造型节目，透过卖上遐将吸引率转化做商品销售量。I knew that there were a group of people which is like keyboard enthusiasts who really into keyboard. And I start by design my first keycap and like post in the group to see how people think about it. And like people seems to like it. 18岁汉莫甲真侪少年人共款，用 IG 甲 Snapchat 甲朋友联络。伊讲并且亲像老大人有丰富人脉，因透过共同朋友的功能，找到兼职、带囡仔的工作机会。Every new generation has a new platform that they use, and Facebook is well versed with the older generation. 面册已经20年，开创的社群文化彻底改变真侪沟通甲互动方式，也创造新的商业经营模式。公司新闻张淑芬朋友。天气玻璃仔做伙来关心今仔日个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10度至23度。中部地区13度至26度，南部地区14度至28度，东部地区14度至24度，还有外岛地区9度至20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祝福您平安顺心，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